大家好，又係 Move 新聞報道嘅時候啦，我係林一峰，我係盧海珠。中國長征7號載人太空船已於今晨5時於酒泉西昌發射站成功發射升空。香港首位宇航員林海勝中將亦都歷史性咁登上太空啦。盧海珠啊，不如我哋先同林宇航員嚟個天地對話咯。好啊，係林宇航員啊，係你嗰邊嘅情況點啊？自我感覺良好。你而家最掛住香港啲咩呢？我最掛住香港嘅係 Move， 佢係一間好大好大嘅，同埋香港第一間網上音樂庫。我哋 Navigator 嘅用戶俾咗1個月費之後，就可以任聽任揀任儲啲歌，睇啲 MV、演唱會、歌手訪問，同埋音樂雙周 Smooth。咁做仲可以支持正版音樂。你返到地球之後，同香港嘅朋友仲有咩好講呢？我哋 Move 一小步，係人類音樂世界嘅一大步。林一峰啊，有冇諗過喺香港最容易做嘅事係啲咩呢？呢一層我又冇諗過喎。咁至於結果係乜嘢呢？由實習記者胡詠詩同我哋講下。香港某個調查機構近日以香港10大最容易做到嘅事，向100萬名香港市民進行電話調查，結果99% 市民認為即時登記 Move 係香港10大最容易做到嘅事之首。即時登記 Move 真係又容易又……喂，我做緊訪問，晏啲打俾你。即時登記 Move 真係又容易又方便，只要輸入 NetPass 嘅登入名稱同埋密碼，再揀所需要嘅服務計劃，咁唔使1分鐘你就完成咗登記嘅程序啦。何庭耀博士認為 Move 除咗登記方便之外，仲可以俾市民免費試玩，所以甚得市民嘅歡心。全力追，也趕不上這班車，遲1秒，1天之計要改變，地鐵擠迫，更壞透心情，手勁上路太匆忙，跌碎了，哈哈哈哈！今天真高興，還下雨，到電話亭及滲水，快要哭了。我共你其作一對，每天相見，沒膽量結識。一笑，你號碼寫我手掌心，直飛奔遠去。喺條街度唔可以咁棘人㗎，喺 Move 度就唔同啦。見到佢就一定要 click， 無需 download， 一 click 即聽，1個月費，1個月費，無限聽無限睇，絕不逐手收費，免費試玩，仲唔一齊 click 埋一份？無牽無掛，放心去 Move。相信好多人都好中意養狗㗎。以下落嚟，我哋為大家介紹一隻非常之與別不同嘅臘腸狗。文女養咗呢隻臘腸狗接近10年，表面上佢嘅行為同其他狗冇咩唔同，實際上當然唔係啦。最近我狂玩 Move， 我隻狗仔都好 Move 㗎，佢會跟住 Move 裏面嘅 functions 做出唔同得意嘅反應。每當我玩 Move 嘅 My Playlist 嗰陣，狗仔就會 Move 唔單止有歌聽，仲有好多嘢玩。如果狗仔打側個頭，即係話我睇緊 Move 裏面藏量極豐富嘅 MV。如果睇 Move 上面嘅 concert 或者歌手 interview 嘅時候，狗仔就會跟住唱歌。假如我唔玩 Move， 咁就慘啦，狗仔會咬爛晒屋企嘅所有嘢。我會同狗仔一齊玩 Move。盧海珠啊，俗語話
養不教，父之過啊！咁究竟而家嘅父母係點樣教育啲子女嘅呢？等我帶大家去睇下啦。以前如果啲仔女唔做功課，家長一般嘅反應係咁嘅。衰女，有功課你唔做？今時今日，家長就唔可以咁做啦。衰女，有功課你唔做？嗰本雜誌咧？我哋依家唔使用手攞住本雜誌，喺網上 click 下就得啦。呢本 Move 嘅附屬雜誌 Smooth 內容由明星專欄、旅遊、黑膠碟、外國音樂介紹、得意同抵死漫畫等，可以一路睇住雜誌，一路聽裏邊嘅推介音樂同埋 playlist， 實行又聽又睇又玩呢一個全港第一本 Click and Play 睇住聽住玩嘅音樂商周。自從有咗 Smooth 之後，我可以同爸爸一齊享受呢本音樂生活雜誌，爸爸都冇以前咁暴戾咯。阿女，飲湯啦！好啊好啊，飲完一齊睇 Smooth 啦！各位，Move 新聞報導完畢，拜拜。拜拜。